每到轉季，肌膚開始乾燥掹緊，喉嚨容易痕，成個人都覺得好唔舒服。其實呢啲都係季節嘅交替，身體提醒我哋要加強保養。好多人諗住搽厚啲面霜，但係其實由內而外調理好重要。我自己喺秋冬最常做就係煲蘋果水啦，好簡單，分享2款蘋果水食譜，適合秋冬季節飲，養顏又潤喉。收藏呢條片，日後想滋潤煲蘋果水都隨時揾得翻個食譜。去黃補氣蘋果水，蘋果洗乾淨去芯切片，加埋黃芪，水滾後煲5分鐘，落埋去核紅棗煲5分鐘，最後落杞子、雞蛋，熄火焗3分鐘，有助去黃氣，幫助睡眠，補氣血。刮油降火蘋果紅棗水，蘋果去芯切片，紅棗切半去核，3片薑，杞子隨意，全部材料放入水，大火滾起5分鐘，有助減脂降火、去風功效，適合女性日常保健。蘋果本身有維他命、抗氧化成分，對肌膚都有養顏效果，同時幫助腸胃消化，令身體更輕鬆。對我嚟講，呢個係一個既簡單又健康嘅日常保養小習慣。轉季由飲食入手，身體肌膚一齊好好保養，先係真正嘅養生美顏。呢個秋冬不妨由1杯蘋果水開始，暖身又暖心，識得精準護膚，產品功效加倍㗎。